顶一日方面通过上强的春雨落沙了后，全台水库增加6000万外吨的水。不过南部的水情也是无变好。水利署表示，20个方面雨水主要拢集中伫云林以北的地区，南部的水库欠水也是欠甲真热力。拜六早时，伫台北市的大家和平公园无落雨，天气乌阴乌阴。气象局表示，礼拜到拜二因为透东北风甲东风，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可能会落雨，南部是以西北风为主。明天一直到礼拜二白天这一天的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水汽上都是比较偏少的一个情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都还是会有些零星飘的一个机会不过预期就是说，这个雨势上来讲，应该是不会到太大的状况哦。至于在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则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然后午后的话，像是在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可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虽然因为20个方面台湾各地头拢有雨水，但是南部的靠岸也是无变好。22中到詹本水库的水量只有7%左右，南化水库26%左右，南潭水库大概25%，仁义潭水库22%左右。水利署表示，这个方面予全台水库增加6017万吨的水，但是主要拢集中伫中部以北的地区。仁义潭跟南潭水库加起来只有30万吨的进账，曾文水库加上乌山水库大概只有100万吨，非常的有限。曾文跟乌山都来讲，它的蓄水率在这一波下雨之前还减少了0.2%的百分比。虽然有一点点入流量，但是用水量还是在。南部主要的水库水量无变多，电导阁变少。气象局估计25到30拢有方面会到位，不过通过的速度是真紧，雨水未有20个方面遐尔济。南部的靠岸可能要等到5月中以后的黄霜雨才有在调改善。记者郭文婷水台北报道。